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1章12到19节。21章12到19节，和合本圣经在30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店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们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这时候，我们来请玉山神学院秦明胜牧师来讲道：不使耶稣饥饿的教会，不使耶稣饥饿的教会。主内的姐妹弟兄，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你们这里。也就是说，5年之后我又能够到你们当中代表一山神学院做请安向你们谢谢也向你们报告目前一神比较重要的工作甚至能够在这里分享上帝他自己的话这对我来说是神的恩惠神的恩典谢谢贵教会过去对一山神学院的关怀其实我知道你们不是只有对一神我每次被各中期会原住民的中期会邀请培灵或者是讲道不时我听到迦南教会对原住民的关心谢谢你们对一山神学院这几年来的祷告奉献与支持为了让你们的关心能够更集中在今年对一神的关怀请你们容许我能够做一点点的报告。那一神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综合大楼我们硬体的大楼已经盖好了，在今年的2月就已经差不多完成那目前是为了因为要因应今年的毕业典礼能够把礼拜堂把它完整好，所以目前在加紧这个工作事实上如果要把这个综合大楼全部要完成根据院长上个礼拜的报告还要4000万因为我们当初的预算就是1亿8千万的这个工程那根据2个礼拜以前院长的报告是还有4000万，还需要4000万才能够把整个一山神学院的所有的这个建筑能够完成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为这个综合大楼能够摆在祷告如果大家有那个心，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奉献来支持一山神学院。我5年前有做个报告，一山神学院是在高救民的时代，也就是在55年前开始做设计来建筑现有的一山神学院的教室、宿舍
跟行政大楼。当时是以100个人学生作为他的目标，可是55年后的今天，我们如果要把义神的学生全时间跟part time 的学生把它加起来呢，也差不多180位了。不过因为空间不够，所以在学校只能容许140位的学生，不过已经非常的拥挤所以希望这个建筑能够完成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空间可以住也能够让旅居在国外的台湾人有心在义神做办志工也好，或是做志工都有一个空间可以住。让学校能够在义山神学，在原住民甚至在亚洲的原住民能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做一个神学训练跟宣教训练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这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相信大家很同意也会支持耶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事情耶稣所做的事就是把做生意的把他赶走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椅子把它翻倒甚至耶稣在圣殿里面医治瞎眼跟跛脚的那么至于耶稣在圣殿之外不在在路上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因为他肚子饿，然后就命令这个无花果树永远不再结果子在和本写诅咒这个无花果，让它永远不结果子。那对这样的事呢，也许大家可能会怀疑也许少数我们当中可能没办法同意耶稣这样做，也没办法支持耶稣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曾经在旷野40天，他没有吃没有喝撒旦趁他饥饿的时候还要试探他，将石头变成面包让他吃。可是耶稣他曾经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上帝口中的言语。可是耶稣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只有过一个晚上，因为我们看17节的时候他是回到伯大尼，然后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就饿了，所以就过一个晚上，然后让他饿的看到无花果不结果子就要诅咒他，让他哭死。我们没办法支持同意，也没办法接纳耶稣这样的言行，我们反而感到怀疑。不仅仅因为耶稣曾经在40天不吃不喝能够胜过他的饥饿，同时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只要有客离从外面进城的时候，不能亏待这样的客人。这样的例子呢，耶稣也曾经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有提过。我们来看一下，快的看第11章，路加福音第11章。耶稣在第11章第5节有提过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途中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那人就在里面说不要打扰我，我已经跟孩子一起睡了，这样可这个人坚持敲门，到最后呢，这个人还是起来拿饼给这个朋友，因为他的朋友临时来
然后晚上没有饭吃，按照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一种知识跟价值，绝对不会亏待客礼，因为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曾经接待过陌生人，结果呢，这个陌生人竟然是上帝所派来的天使，所以他们为了不能要错过，假如这个客礼是神的天使，那怎么办？所以他们有这样美好的传统，绝对不会亏待晚上来过夜的客礼。所以我们还是会怀疑，耶稣怎么可能一个晚上就会饥饿呢？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我们可能会让我们会觉得耶稣他应该不是肚子饿。在伯大尼，耶稣有很好的朋友，就是马大跟玛利亚。这个马大、玛利亚，他们有一个弟弟叫做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呢，曾经也被耶稣医好，甚至从死里复活。所以按照马大的性格，他是非常善于招待客礼的人，特别是曾经使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怀疑马大怎么可能不会接待耶稣？所以40天胜过，又有犹太人的传统的美好的一个知识跟价值，文化知识价值，加上又有马大跟玛利亚在伯大尼，怎么可能耶稣会一个晚上饥饿到无法克制吗？甚至我们也曾经听过耶稣并没有立刻把无花果树砍掉，因为有一棵无花果树3年都没有结果子，管理的人说要砍，可是说有求他1年，让这无花果树的四周围的松土加粪加肥料，1年后再说吧。耶稣也准。那到底耶稣在这里他的饥饿是什么？我们再一次看18节。早晨回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翻译是回程，在原文它是写 epinagon 这个字。epinagon 这个字呢，是正在回程，回到昨天他所看到的圣殿。这个圣殿呢，已经不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圣殿已经不再完成上帝的工作。这个圣殿呢，虽然规范要求许多，制度非常的严密，圣殿的建筑非常的好，也就是富丽堂皇的圣殿，规范有许多，就好像叶子那么茂盛。可是规范多，要求多，达到的标准很多，但是里面却生不出人的生命，就像一个叶子茂盛没有果子一样。所以当耶稣一面对他昨天所看到的圣殿已经无法完成神的工作，就好比他所看到的路边的无花果树，他就命令这无花果树，也就间接的命令这个圣殿永远不再结出生命的果子。为什么？我们到圣殿是当时犹太人认为是正统信仰的一个结晶啊，正统信仰的结晶啊。当时的犹太人也认为圣殿是遵照上帝的旨意盖的。既然在耶稣的眼中，原来遵照上帝的旨意来盖的圣殿，到最后不遵照神的旨意来完成神的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画面。那么，为什么耶稣会饿？很显然，这个圣殿已经没有完成上帝所要的工作。我们来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的第4章。约翰福音的第4章31节到34节。约翰福音第4章31节这样说：就在这个时候，门徒劝耶稣说：“拉比，请吃吧。”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33节，门徒就彼此说：“难道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了吗？”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一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显然，耶稣的食物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耶稣为什么说到最后，他的身体可以取代圣殿？犹太人不高兴，不赞成。我们这个多年来盖的圣殿，你怎么可能3天把它盖好？因为这个圣殿已经无法遵照上帝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耶稣他可以。所以耶稣正在回程的时候，很显然他的饥饿，这个圣殿的作用已经失效了。主内的兄弟姐妹，那我们的教会呢？既然圣殿是奉主耶和华的名盖的，教会同样的奉耶稣的名盖的，有没有可能到最后教会也不遵照耶稣的意思，也不完成耶稣所要的工作？当然，在这样的情况，教会也有可能会使耶稣饥饿。那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教会不再重蹈覆辙，不再重蹈这个圣殿的一个那种危机，让我们的教会是不使耶稣饥饿的教会？那我们要怎么做？就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要提出2点与大家分享。那第一点呢，如果教会不使耶稣饥饿，那么教会就必须要不断的提供分享救赎的功能，不断的分享救赎的功能。当然，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有对这一些圣殿说什么话？说你们竟然把我父的这个殿当作贼窝了，这样，因为你们应该是做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当作贼窝。请问在座的兄弟姐妹，圣殿没有祷告吗？是有。这个祷告是每天超过1000次以上，因为当时的祷告就是用献祭，当时有4、5种的一个祭物，每天都在献。如果你看那些资料，英文写什么 thousand of sacrifice， 那么多的1000次、期望次以上的那种的祭物献给神，当作祷告，求上帝赦免，求上帝祝福，求上帝来同在。不是没有祷告，有。可是问题来了，
1000次以上的祷告，竟然在耶稣的眼中不算为祷告啊，把它当作贼窝啊，这更恐怖。当我们这样听之后，也许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还好我没有每天很多次祷告。如果我的祷告很多次，竟然又被耶稣看作贼窝，那怎么办？是这样吗？是耶稣不愿意很多次吗？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为什么耶稣会不把这一些1000次以上的祷告当作祷告呢？因为这里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是用献祭来做祷告，特别是在赎罪祭的部分。这个赎罪祭的部分呢，他们用制度来进行这个祭物的流程啊，这个祭物的流程是一定要用兑换银钱才可以买到这个祭物，你不能直接用现金来买这个祭物，一定要兑换银钱之后才可以。兑换银钱，他们就抽一点的钱，抽利润啊，甚至呢，因为当时就历史学家的研究，有占75%以上都是贫穷人，所以他们没有那个能力来买到祭物，所以这种制度跟规范呢，就把上帝的赦免呢，把它狭隘化了。因为就上帝透过这个摩西，所有百姓违反上帝，不遵照立法的规范，就要带羊跟牛犊到圣殿。不是摩西没有讲说要买，没有，就把你们自己所养的牛犊跟羊带到圣殿来献给神，然后求神来赦免你。是这种的赦免是很宽广的，是100%的所有的百姓可以。可是圣殿呢，就开始有一个规范要求跟这个制度，就变成本来有100%的百姓可以，到最后剩下20%、25%。所以把上帝宽广的救赎的恩惠呢，因为规范制度把它缩小，把上帝的救赎的恩惠限制。是谁限制的？是那一些在圣殿执行献祭制度的宗教领袖。所以因为这样子，为什么变成贼窝？很显然，因为有75%的老百姓被这个制度所限制，这个制度跟规范很像强盗一样，强了75%的百姓得到上帝的赦免，规范成为强盗，制度成为强盗。当然，耶稣也曾经用过这样的一个教导，用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我们稍微看一下18章啊，在那里呢，耶稣有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说有1000万两的人欠一个主人的一个债，结果他没有能力来偿还他就恳求这个主人能够赦免他，就把这1000万两的这个债务呢给他赦免了。结果他回去很高兴，有人向他欠10两，结果呢他不赦免。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这个人求上帝赦免他，上帝赦免了，可是呢有人向他欠就10两，他就不赦免，这也是强盗。本来上帝要透过你要赦免这个人，你就阻止他，
所以像这样的人到圣殿去，越来越多在圣殿聚集，这个圣殿就变成贼窝一样啊。也许大家会说啊，牧师，我们没有这样的规范，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那我们应该这个教会应该不是贼窝了。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范，也许我们内心看不到的规范，也许你对某一些有偏见，对某一些的一个价值观可以限制你，啊，或者说你有传统的一些认知跟价值来捆绑你，啊，就好像犹太人一样啊，有一个传统的一个认知跟价值啊，说那个撒玛利亚人不好啊，你不能接近他们，你会被污染呐。那撒玛利亚人的水你不能喝啊，你们喝了会被污染呐。这种传统的文化的认知跟规范，我们都有。啊，然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这些人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祷告的项目里面。求神赦免，求神祝福，求神为他们的救恩来代求，绝对不会。这些在我们的内心的规范里面没有办法容纳。能够，我说我们像这样的人，上帝这样白白的祝福他们，我们还会很生气，不公平。神怎么可以祝福这样的人？你眼中不是标准的人，你心中你就不会为他们代祷，不会赦免，不会宽容他们，也不会为他们祝福。虽然教会没有这个规范，没有这个制度，我们内心有。如果有的话呢，那么我们不断的来到教会，一样的，这个教会也会变成贼窝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拿掉我们内心那种非常狭隘的那种信仰的眼光，我们必须要宽广，让神的救恩因着我们能够恢复到上帝对摩西所说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那么第二个，那我们教会应该要怎么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创造信心的感恩，好，必须要创造信心的感恩。其实耶稣并不是不知道当时的在圣殿的献祭呢，不是没有感恩，他的感恩祭也非常的多。可是为什么耶稣把这个感恩祭当作不是感恩，当作一种条件的，当作买卖的？很显然，因为他们是被建构在因果论的信仰。今年神的祝福满满，我就感恩满满；神的祝福一点点，我就感谢一点点。是完全是基于因果的关系来向上帝感恩，绝对不会创造所谓的感恩的信心，不会。他们的感恩的祭决定是建构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种感恩几乎与圣殿中买卖式的赦罪观没有什么两样，绝对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种感恩呢，是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也有提过，也就是在我们的经文的前面那个，我们是21章前面第20章，耶稣在这边有提过一个什么葡萄园的工作，有的人是一大早去工作，然后呢，有的人是9点，然后下午3点，约在下午1点、5点，还剩下1个小时就下班。然后呢，工作完毕，谁不高兴？就是一大早工作，这个人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做1个小时的，他一样得1天的工资。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所读的经文，在21章里面第15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又见小孩子在圣殿里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之子。”很生气。这些宗教领袖也是很生气啊，怎么可以这样？耶稣因为小孩子看到这个耶稣医好这些孩子在那边赞美，他们不高兴。为什么？这个跟20章是一样的。20章一天在葡萄园工作，看到1个小时工作拿到1天的工资，感到不公平，很生气。为什么？因为瞎眼跟跛脚在圣殿，他可以做什么工作啦？可能做不到半个小时的工作吧。祭司你可以做整天没有问题，瞎眼跛脚只能做30分钟1个小时就已经很了不起。可是呢，耶稣竟然用1天的工资来医好他们啊，用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工资给他们，不必医好，不必瞎眼跛脚，当然没有办法被医好啊。可是耶稣竟然用1天的工资啊，来医好这些因果论的没办法被因果论所接受的这些瞎眼跟跛脚的。你做的很少，当然不可能被医好。因果论的信仰啊，耶稣在这里不是超越因果，他竟然瞎眼跟跛脚，耶稣医好他们。当然宗教领袖也是很生气一样，跟这个葡萄园的一样生气了。如果教会一样的，如果不被耶稣诅咒，让这个教会成为耶稣宝足的地方、祝福的地方，信徒就必须要脱离因果论的条件式的信仰，特别在感恩的部分，必须要创造感恩的信心。教会过去到现在几乎不接受感恩是救恩的来源，我们都是以信心当作我们得救的来源，信耶稣会得救。我们从来没有讲说感恩耶稣会得救。但是如果教会能够创造这种感恩的信心，怎么不可以得救？还是可以。我们参考一下，很快的参考儒家福音第17章，看一下17章。第17章第15节、16节，其中有一个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上帝，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感谢他。这样，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耶稣。好，耶稣怎么看他的感恩？我们看第19节。于是耶稣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耶稣看他的感恩视为信，是因为他的感恩不是建构在条件式的，他的感恩不是建构在因果论的信仰，是超越的。也就是说，即使上帝今年没有祝福我，所赏赐我的不多，但是要以最多的来那种感恩来感谢上帝，这个就是超越因果的感恩。这种感恩的一种奉献呢，也可以成为得救的来源，也会制造耶稣的宝足跟耶稣对教会的同在。我刚刚说过，贵教会对原住民、对义神关心多，但是我今天仍然引用这个经文，让我们再深深的去思考，也让我们一起在基督耶稣面对圣殿、面对教会，那我们应该
做怎么样的调整，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在耶稣的眼中不论我们的祷告是一次很多次，都不是成为形成教会结窝的因素，而是促成耶稣饱足的一个因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保守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主真的是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是的我们过去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也许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也许我们是成为教会制造很多的规范这个规范原本是好的但是到最后我们并没有做很深的一些思考，让这个规范也成为限制主你的救恩的地方，也求你来饶恕我们，也让我们再一次透过今天早上你所看到的，你所让我们看到的，那我们应该是以创造感恩的信心来面对所有的事，因为只有如此做，主你才是喜悦的求你来保守我们，也谅解我们，也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